白俄罗斯国立大学校长卡洛里先生。我在中国新习2021年10月30号贵校建校100周年即将到来，我们代表长春国际商务学院全体师生祝贺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建校100周年。回顾起来，从2006年2月18日，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参与的代表团来到我们长春国际商务学院，从此开启了两校的合作的历程。15年的时间过去了，我们合作的很愉快，同时也把两国人民的友谊在教育战线上开花结果，有200多名毕业生从白俄罗斯国立大学走上了涉白工作岗位，在白俄罗斯的经济开发区，在长春所建立的白俄罗斯的科技园里面工作，为发展两国的经济，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贡献了力量。15年的经历，我们也在不断的总结经验，会把我们的合作在贵校校长的大力支持下，我们发展下去，把我们的友谊更进一步的得到发展。最后，祝贺白俄罗斯国立大学越办越好，也祝贺我们白俄罗斯和中国两国人民的友谊越来越密切。我们两学校的合作会结出更加丰硕的成果。